来看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一只高级的游艇沉船，相信搜救的进度来人失踪其中5个人的遗体已经找到了。有英国比尔盖茨称呼的头家麦克林区嘛伫这只船顶，所以这件意外嘛受到外界的注意。意大利的海岸防卫队目前是还未确定遗体成分。 意大利海岸防卫队员甲遗体鼓起来，游艇变去迄天，英国科技界的好家人林奇甲伊18岁查某囝伫失踪的名单，因的生死正人伫关心。根据搜救队员的讲法，游艇的外形大概上拢无歹去，沉伫差不多50公尺深的海床，甲遗体带上海岸是一个挑战。直到这只56公尺长的游艇去拄到水光雷亚船，专家研判可能就是水光雷亚船造成这件意外。 When we're at sea, we're basically we navigate around them. We'll monitor them, track them, and we'll maneuver the vessels around them as to not be affected. Obviously, in this circumstance, it's very different because it's dark. 水光雷船挖进的时阵，游艇60秒就变起啊，沉落海底了后，也因为船舱内底空间甲通路摊满真侪家具物品，一甲真高的涂刷。唱水人员大概落水，敢来当停8至10分钟。为了进入船舱内真下通路，搁调度动起唱水员会当点20分，甚至出动海洋机器人会当伫海底300公尺深作业6至7点钟。 It happened at night time, but it's also to do with the vessel stability, how the water managed to ingress into the vessel so quickly. 英国每日电信报日指出，林奇甲伊查某囝汉娜的遗体已经互找到。意大利国营媒体报道，高情化的4具遗体分别是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董事长布鲁莫昂阿伯、高维新律师事务所律师莫维洛昂阿伯。不过遗体身份也需要亲属指认，意大利官方嘛还未正式确认。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